細個嘅時候聽到挪亞方舟嘅故事，成個嘅專注重點都會擺咗喺上帝究竟係點樣使用洪水去到毀滅世界。咁如果水浸咗所有嘅嘢，咁當中地上嘅生命咪全部都冇晒生命，係實在難以想象。而另一方面就會去諗下，究竟要幾大嘅雨水先至可以浸滿整個嘅地球呢？究竟點解天上面會有咁大嘅雨水降下呢？當我哋嘅觀點如果擺咗喺呢啲技術層面上面，科學、生物、天文學理上面，其實就反而讓我哋忘記咗去諗下，究竟點解上帝要毀滅世界，而上帝又用咗乜嘢嘅方法，讓到地上嘅人類得以保存，生物得以保存，存留到我哋今日咁嘅境況呢？死亡係創世記第5章嘅重點。除咗一個叫做以諾嘅人之外，喺世上嘅每一個人，無論佢生活到幾大嘅年紀都好，都要面對死亡。自從人類嘅始祖犯罪之後，死就成為咗每一個人嘅結局。創世記第5章係一個嘅家譜，將亞當嘅後代用一個好公式化嘅方式記咗落嚟。一個人長大去到某一個歲數，然後做咗啲乜嘢嘅事情，然後幾多歲佢就死了。呢一個創世記嘅家譜就係咁樣出現啦。我哋唔會讀晒所有嘅章節，我抽咗幾個人物出嚟，我哋喺當中做少少嘅思想。如果你想知道嘅話，你可以自己讀晒成個第5章，你就會知道所出現過嘅人物啦。創世記第5章第1節，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樣式造的，並且造男造女。在他們被造的日子，上帝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亞當活到130歲，生了一個兒子，形象樣式和自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特。亞當生塞特之後，又在世800年，並且生兒養女。亞當共活了930歲就死了。第21節。以諾活到65歲，生了馬土撒拉。以諾生馬土撒拉之後，與上帝同行300年，並且生兒養女。以諾共活了365歲。以諾與上帝同行，上帝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第28節，拉麥活到182歲，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挪亞，說：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這操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詛地。拉麥生挪亞之後，又活了595年，並且生兒養女。拉麥共活了777歲就死了。挪亞500歲生了閃、含、雅弗。我哋讀到呢一度，當我哋讀創世記嘅呢一個家譜，我哋就會睇見一個好工整嘅模式。有個人佢活到幾多歲，生咗邊個兒子，然之後幾多歲之後佢死咗。但好多時我哋就會俾嗰啲數字呢成為我哋一啲嘅困擾。點解亞當可以活到130歲就生個仔，然後再活多800年，然後亞當死嘅時候係930歲？呢一個呢，對於我哋現代人嚟講呢，係一個好難理解同明白嘅概念。嗱，坦白講呢，我哋冇辦法真係知道亞當佢係咪真係活咗930年，然之後佢先離開世界。創世記家譜同馬太福音、路加福音裏面嘅家譜唔一樣。馬太福音、路加福音淨係記載咗人名，而創世記呢個家譜呢，就將人嘅年歲、發生過嘅事情都一一寫咗落去，然後個人去到邊一個年月就死了。好可能創世記呢度嘅重點就係要俾我哋知道，
自從人類始祖犯罪之後，死亡就進入咗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面，亦都係我哋每一個人在世上應該有嘅終結。但係喺21節，事情有少少唔同啦。有一個人叫做以諾，佢活到65歲就生咗馬土撒拉。生咗馬土撒拉之後，佢與上帝同行300年，並且生兒養女。上帝唔係將佢拎走咗離開世界，而係佢喺世上仍然有佢嘅生活，可以生兒養女嘅時候，佢係與上帝同行咗300年。創世記呢度冇再形容以諾呢個人，佢係點樣與上帝同行。但係我哋能夠睇得見嘅就係佢係活喺世上嘅時候，仍然過佢嘅生活，仍然有佢嘅家庭嘅時候，佢就能夠與上帝同行。而喺當時與上帝同行之後，上帝係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所以記載以諾生活喺地上嘅時間係講到以諾共活了365歲，啱啱就係65歲之後同上帝同行300年，總共就係365歲。然後上帝就將他取去，不在世了。好明顯一樣嘢，當人與上帝嘅關係修正，個人嘅生命有特別嘅改變，就唔再係趨向住死亡。但係究竟發生乜嘢事，我哋所知道嘅唔多。但係聖經裏面講到呢個人係與上帝同行嘅話，佢同上帝嘅關係係非比尋常。然後啦，當我哋從另一個方向去觀看呢一個家譜嘅時候，我哋可以更加容易發現呢個根本唔係講緊亞當嘅家譜，似乎呢係更加係為到第6至到第9章出現嘅嗰個人物，就係挪亞方舟嘅主角挪亞，佢嘅出現而鋪路，話俾我哋知道挪亞係點樣嚟嘅，點樣由亞當嗰一代可以去到挪亞嘅呢一代。而上帝就喺呢一度終止咗地上嘅混亂同埋罪惡，因為當時嘅人喺各種唔同嘅層面上邊背叛創造我哋嘅上帝，甚至乎佢哋企圖脫離上帝嘅掌權，以致上帝呢喺聖經裏面形容佢後悔做人喺地上。呢一個嘅後悔唔係講話上帝冇辦法去應付得到佢自己親手所做嘅事情，而係上帝真係心淡，佢見到地上出現嘅罪惡，佢覺得要嚟一個嘅改變，於是上帝定意毀滅地上一切嘅活物。創世記第6章，我哋一齊讀啦。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120年。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唯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有一啲嘅聖經學者相信呢度所講嘅上帝嘅兒子們係指到塞特嘅後代，即係亞當喺該隱殺咗亞伯之後，重新嘅所生過一個嘅兒子，就叫做塞特啦。而當時塞特嘅後代呢，就係與嗰啲唔屬上帝，好可能就係該隱嘅後代通婚。呢一個嘅講法呢，係合乎上文下理嘅內容，又可以呢免去嗰啲牽涉天使嘅問題。但係另一班嘅聖經學者佢哋推測上帝嘅兒子們就係嗰啲唔守住本分、離開咗崗位嘅天使。佢哋有人肉體嘅本性，甚至乎呢，佢哋進入咗人嘅中間，就與人嘅女子交集繁殖，所以呢，係混亂咗上帝嘅創造。所以上帝呢，先要出手將呢個創造重新嘅調整。我哋冇辦法去知道究竟當時聖經裏面稱為上帝嘅眾子、上帝嘅兒子們，究竟係指到天使啊，定還是係指到嗰啲屬於上帝就係塞特嘅後裔呢？但係呢一個就唔再係我哋嘅重點啦，因為無論邊一個解釋都好，其實就係指出呢啲人嘅出現係混亂咗上帝嘅秩序，混亂咗上帝原初嘅創造，所以上帝呢要出手啦。第7節。耶和華話：我要將所造嘅人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嘅飛鳥都從地上除滅。
但係唯有挪亞喺耶和華嘅眼前蒙恩，所以喺當時嘅世代裏面，除咗挪亞一家之外，地上天上嘅全部都被洪水毀滅。當然，後來我哋會知道，上帝唔係毀滅晒地上所有嘅爬蟲、昆蟲、走獸，因為呢，上帝都有留種，將佢哋帶咗上方舟嘅裏面。喺毀滅嘅裏面，上帝仍然有恩典，上帝仍然認定佢原本所創造嘅一切都是好的。創世記第6章第9節，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上帝同行。挪亞生了3個兒子，就是閃、含、雅弗。世界在上帝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上帝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上帝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你要用歌斐木做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地做，裏外抹上松香。方舟的做法乃是這樣：要長300肘，寬50肘，高30肘。方舟上邊要留透光處，高1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中下3層。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2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好在你那裏保存生命。飛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樣2個，要到你那裏，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好做你和他們的食物。挪亞就這樣行，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我係讀到呢一度，當睇見上帝所創造嘅地上，人類係幾咁邪惡，罪惡係幾咁嚴重，幾咁混亂，我哋驚訝點解上帝唔完全毀滅晒佢呢？不如全部殺晒佢咪好過咯？上帝雖然係公義，充滿住審判，但係喺審判嘅背後，其實對於佢所親手創造嘅人類，仍然留下一份嘅憐憫。當毀滅嚟到之前，佢為屬於佢嘅人提供一條嘅出路，藉着挪亞同佢嘅家人，亦都為人類帶嚟一個重新嘅開始，俾我哋重新有嘅機會。所以上帝就吩咐挪亞去做方舟，目的就係要為挪亞嘅一家以及地上嘅走獸存留生命氣息。於是當時挪亞呢，就喺山上邊就做一隻嘅方舟出嚟。相信喺做嘅過程裏面，其他嘅人係充滿住唔同嘅猜疑，甚至乎取笑佢，有乜理由喺個山頂做隻船啊？做隻咁大嘅船做乜嘢啊？咁喺一啲兒童嘅聖經故事裏面呢，都會充滿住呢啲嘅對白。但係創世記嘅重點就唔在乎其他嘅人嘅睇法，而係講緊上帝要做嘅事情。所以呢，就非常之直接，就已經去到洪水泛濫嘅日子。創世記嘅第7章第1節，我哋一齊讀啦。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凡潔淨的畜類，你要帶7公7母；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1公1母。空中的飛鳥也要帶7公7母，可以留種，活在全地上。因為再過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晝夜，把我所造的各種活物都從地上除滅。挪亞就遵着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當洪水泛濫在地上的時候，挪亞整600歲。挪亞就同他的妻和兒子兒婦都進入方舟，躲避洪水。潔淨的畜類和不潔淨的畜類，飛鳥並地上一切的昆蟲，都是一對一對的，有公有母。到挪亞那裏進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亞的。過了那7天，洪水泛濫在地上。當挪亞600歲2月17日那一天，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40晝夜降大雨在地上。正當那日，挪亞和他3個兒子閃、含、雅弗
並挪亞的妻子和3個兒婦都進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都一對一對地到挪亞那裏進入方舟。凡有血肉進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亞的。耶和華就把他關在方舟裏頭。洪水泛濫在地上40天，水往上漲，把方舟從地上漂起。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漲。方舟在水面上飄來飄去，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水勢比山高過15肘，山嶺都淹沒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和爬在地上的昆蟲，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氣息的生靈都死了。凡地上各類的活物，連人帶牲畜、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了，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他同在方舟裏的。水勢浩大，在地上共150天。我哋讀到呢一度，上帝所講嘅預告俾挪亞知道，佢將會用洪水毀滅呢個世界。7日之後，洪水就會嚟到啦。而喺呢個時刻，上帝係要挪亞佢嘅全家進入方舟，甚至乎呢將動物都有公有乸嘅帶進方舟嘅裏面，為世上嘅活物去留種。我哋冇辦法去想象究竟挪亞點樣可以叫啲獅子老虎排住隊咁樣進入方舟，點樣可以數住佢哋有7公7母，不潔嘅畜類亦都有1公1母，點樣可以引領佢哋嚟到面前，甚至乎昆蟲、爬蟲都可以咁樣進入方舟嘅裏面。呢個係上帝嘅工作，呢個根本就係顯出咗一個嘅神蹟喺裏面，係我哋冇辦法能夠想象得到。或者第時我哋上到天堂，去到天父嘅面前嘅時候，我哋問上帝：上帝啊，點樣發生？但我哋可以知道，上帝要事情成就嘅時候，事情就能夠按住上帝嘅講法，按住上帝嘅心意而成就。故事嘅重點就係嗰40晝夜嘅大雨降在地上，將所有嘅嘢，地上凡有血肉有氣息嘅活物，即係包括花草樹木，所有嘅人類牲畜，全部都清洗乾淨，鼻孔裏面有氣息嘅生靈都死了。喺呢個部分，聖經裏面呢係多次重複去講清楚，地上嘅活物全部都死了。咁當然啦，唔包括海洋生物噶啦，唔包括喺河裏湖裏面嗰啲嘅生物，嗰啲嘅魚類，佢哋冇事嘅，因為佢哋都喺水裏面生活嘅。但係地上邊喺鼻孔有氣息嘅都死了。呢一個係上帝對地上活物嘅一個最嚴重嘅審判。洪水嘅嚟臨，成就住上帝嘅毀滅，將地上凡有氣息嘅活物都一一嘅清除乾淨。只不過遵行上帝旨意嘅人，就係依從上帝拯救方法嘅人，即係挪亞佢哋一家，喺審判嘅日子能夠存活，能夠得到拯救。今日我哋喺呢個敗壞罪惡嘅世代裏面都係一樣，上帝亦都定下咗佢嘅方法，以致我哋能夠得到拯救，以致我哋能夠逃避將來嘅審判，甚至乎因為審判而帶俾我哋嘅滅亡。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佢傳揚上帝嘅福音，佢講：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耶穌基督係上帝拯救嘅方法，就好似喺挪亞嘅時代，方舟係上帝所設立拯救人類嘅方法。但願我哋都遵守上帝嘅方法，我哋去尋求佢，我哋喺毀滅嘅當中看見上帝嘅恩慈，看見上帝嘅拯救，接受呢一份嘅救恩，悔改信福音。我哋低頭祈禱。親愛天父上帝，洪水泛濫嘅時候，挪亞佢一家能夠得救，我哋睇見嘅係上帝你偉大嘅恩典。我哋睇到上帝你因為公義審判大地，因為人類喺地上嘅罪惡，因為地上種種嘅混亂，以致你用洪水毀滅咗呢個世界。但係你喺毀滅嘅過程裏面，喺審判嘅當中，你仍然有嗰份嘅慈愛，你仍然有嗰份嘅恩惠，讓挪亞呢一家人喺主你眼前蒙恩。其實係讓我哋人類喺上帝你嘅眼前蒙恩。
天父啊，我哋深知道你將來嘅審判必定會到嚟，但係你仍然為我哋軟弱嘅人類，我哋卑微嘅人，賜下你嘅愛子耶穌基督，成為拯救嘅方法。想當日洪水泛濫嘅時候，方舟係拯救嘅記號；而喺現在末世嘅日子裏面，耶穌基督嘅十字架係我哋救恩嘅記號。求主你幫助我哋，願意謙卑嚟到主你嘅面前，願意謙卑嚟到十字寶架嘅面前。我哋認清認定上帝你嘅拯救，求主憐憫。我哋咁樣同心祈禱，奉耶穌嘅名，阿門。